因为疫情停办2年的新竹城市马拉松，伫顶礼拜六总算是恢复举办啊。不过，伫咧活动过程出现真侪问题，参加的民众也拢反映讲，若这路线设计了无好势，用晶片算成绩也出问题。上届含的是这奖牌顶头的字，竟然是写电脑屏。透早6点半，大会宣布比赛开始，就算是落雨天，大家穿雨衫同款真热情。因为疫情停办2年的新竹城市马拉松，16早起顺利举行，近1万人参加。不过活动结束，民众却发现奖牌顶冠的金文字竟然电倒屏。插反了，本来应该是 on， 结果它倒过来才变成 no， 那这个就比较有一点夸张啦。当然，对于一个可以得奖的人来讲，那个是一个很光荣、很快乐的事情。然后，可是拿到的奖杯是粗的奖杯，心里当然是有一点感觉，差了一点啦。除了奖牌突出，个人反映这届马拉松的路线设计嘛不是介好势，甚至专门计算时间的晶片也有问题。大会所使用的晶片呢，是属于这种超高频的这个晶片，它需要所有的晶片都应该佩戴在正确的位置哦。那选手应该佩戴在他的这一个鞋子上，或是佩戴在他的脚踝上。那如果呢你是拿在手上呢，或者是放在口袋里面呢，它就会感应不到。主办单位针对奖牌突出的部分出面道歉，表示会重新制作，正确的寄予民众，费用大会会全数负责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